续来看这个台中大理永良国小的家长会，伫个去年送予全校的学生，一个人一个猪仔囝的钱筒啊，拿来欠钱。一年后的今仔日，这个全校是捐出着150只的猪仔囝的钱筒啊，要来帮助特殊教育学校的小朋友。 囡仔欢喜摕猪公，内底欠真侪蓝山钱。这猪公是去年家长会送的礼物，经过一年骨力改吃，今麦要管好台中特殊教育学校的囡仔，互因来学专长。我们的孩子学习到这些技能以后，将来能够好好的有一个好的发展，那这个爱心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。 一摆拢总捐150只猪公，互特教学校真感动。另外一天嘛安排查拉市，真侪文具用品含佚佗物啊，拢是囡仔用袂到的物件。即马替因找新主人，互真侪人欢喜来找宝。买这个娃娃。不管是爱心猪公，或者是查拉市，拢互优良学生会晓来关心别人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